2025年10月15日，香港終於出現咗一個正常法官，希望我唔會讚壞你。裁判官陳志輝，被告鄭旭偉33歲，隸屬旺角警區，犯案時為現役警務人員，控罪為猥褻侵犯，時間為今年2月4日凌晨2時45分。案發地點係黃大仙鳳德道行人天橋升降機外，女事主深夜返家途中，被尾隨及摸胸後，驚惶失措並失足跌倒，但涉案警員仍然繼續非禮女事主，隔住撫摸女事主下體私處，女事主高聲呼叫，最後有見義勇為途人制服咗該名警員，被告最終承認一項非禮罪。裁判官陳志輝批評被告身為警務人員，唔單止冇保護市民，反而危害市民安全，破壞法紀，而且喺被捕後即時捏造醉酒嘅藉口，呢個唔似酒醉之人所為，認為案情嚴重，監禁係唯一嘅合適選擇，判處監禁6個月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。多謝大家。